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俄巴底亚书第15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撒好种。现代人想要生孩子，或者是想要拥有孩子，跟以前的做法是完全的不同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让原本无法生育的一对夫妻或是女性，得以靠着自己可以生育。现代人呢，除了领养孩子以外，还有因为这个妇产科医学的进步呢，不但有所谓的人工受孕，那如果遇到自己本身的问题的话，还有精子银行、卵子银行，然后另外还有颇具医学伦理争议，以及被批评为扮演上帝伦理争议的代理孕母等方式。听说如果是名人的精子或是卵子，售价就非常的高。经营这种银行的公司总是会宣称说这是优良品种。这种概念跟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撒种比喻中所说的种子是大不相同，完全不同的。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一种灵性生命的品质，是传福音的功效，是一种信仰生命的结果。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受上帝的呼召来跟随上帝，他们蒙受上帝的赐福，同时也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但是他们仍然是远离上帝，去敬拜人手所刻的偶像。像这样的种子，即便是得到上帝的呼召，然后其实果实是不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上帝需要差遣先知们来提醒、警告以色列人，就是期盼他们有一天能够回转来向上帝，成为万国的榜样。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心里刚硬，他们继续我行我素，乃至于像以东啦、万国啦，也都不会亲近上帝。先知俄巴底亚这样宣告上帝的预言，他说：我上帝审判万国的日子到了，以东啊，你将照你所做的得到报应，你付出什么，一定得回什么。我的子民在我的圣山喝了苦杯，所有邻国要喝更苦的，他们要喝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预言当中呢，这个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是先知书最短的一卷，但是却是非常严格的传递了上帝审判的信息。预言提到了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。先知说，以东人并没有表现出跟以色列人之间那种兄弟之情。他们对于以色列不但拒绝他们的要求，还严阵以待的对以色列人充满敌意。
上帝借着先知俄巴底亚的预言说道：但喜安山上一定有人逃脱，这山要成为圣山，雅各家将要回原有的土地，雅各家将成为烈火，约瑟家将成为火焰，他们要烧毁以扫家，像火烧麦秸一样。以扫的后代无人幸免。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犹大人南边的人要占领以东，西边山脚下的要攻取非利士。以色列人要拥有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土地，便雅悯人要得基列。北以色列流亡的军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从耶路撒冷流亡到撒迪斯的人要占领犹大南部的诸城，得胜的耶路撒冷人要攻击以东，统治以东。上主要亲自作王。重点在于上帝出手，上帝不但誓言要惩罚万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更亲自作王，带领以色列人要得到胜利。从先知的预言当中，我们知道以色列或是基督徒都应当努力的跟上帝同行，在生命上彰显出我们的生命品质，是由好的种子所生。耶稣基督在撒种比喻当中的解释非常清楚的说明，也就是说，为了要让跟随的人明白天国的奥秘，好的属灵生命的品质。圣经记载说，门徒来见耶稣，问他：为什么你对群众讲话都用比喻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：关于天国的奥秘的知识已经赐给了你们，没有给他们，因为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，让他丰足有余；那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都要夺走了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因为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又不明白。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。他说：这人民听了又听，却不明白；看了又看，却看不见，因为他们心智闭塞，塞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，不然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，耳朵就能听见，心里领悟，就能回心转意，我就治好他们了。但是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，耳朵听得到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有许多先知圣贤想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到；要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到。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心智闭塞，塞住了耳朵，闭上了眼睛。他们有耳不会听，有眼却看不见，与上帝远离了。耶稣基督进一步说明，所以你们要明白这撒种的比喻的意思。那听了天国的信息却不明白的人，正像撒在路旁的种子。那邪恶者来到，把撒在他心田里的信息都夺走了。那撒在实地上的种子，是指人听了信息立刻乐意接受，只是扎根不深，不能持久。
一旦为了信息而遭遇患难和迫害，立即放弃。只要愿意听上帝的旨意，要能够谦卑顺服上帝，如同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，先知的提醒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为何为善。他要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样的生命就是出于好的生命种子，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撒下了好的种子，长出好的生命的见证，见证我们是属主的。愿主帮助我们追求真理的生命。诗篇142篇，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高声的向他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，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。在我走在路上，我们的仇敌张开罗网要陷害我。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，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够颂赞你的名。义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求主帮助我们努力的读经、祷告，与你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来学习明白你的旨意，来努力跟随你，不但成为好种子的生命果实，更来领受呼召，成为撒好种子的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